就来看云林大鼻乡一间餐厅边仔的工地铁皮厝发生着同案的意外。当时有2个工人当咧做地板固定的工程，结果栽落4米深的排水沟，其中一个伤势较轻，家己爬出来，但是另外一个就较吃力咯，2只手拢受伤，正骹的脚骨嘛断去。 消防监管动作真犀利，将穿红色查甫人固定伫咧两桥顶悬，查甫人满面火，表情痛苦，因为伊拄则栽落4公尺深的排水沟仔内底。详细看工地附近，铁架倒甲外高起错，涂骹拢是石头甲零件，现场路苍苍。迄灌浆啦吼。哦，灌浆啊。哦。当然迄师傅啊。哦，迄算师傅。啊，伊是要做啥物嘢维修？ 补强。哦，厝的补强就对啊。业者讲，知影工地楼地板可能无改造，所以才要进行涂骹灌浆的工程。小白到南马空车才拄到位尔，咧扛南马空的时，都发生崩塌。2个工人当时当咧施工，因为工地就伫咧排水沟外顶悬，用南马空固定，艺术是涂骹只在袂条线绑落。 2个工人直接栽落4公尺深的排水沟内底，伤势严重。有一位患者比较轻伤，他自行爬出，由我们大比九要送医。一位患者因为伤势比较严重，有骨折的现象，所以我们就等用担架器材车用担架把它上吊下来，然后就送医。加在2个工人送病院了后，意识拢正清楚，无生命危险。 目前相关单位也将会针对施工天数甲现场结构的安全性进行调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